天坛，建于明朝永乐18年，是明清帝王举行祭天祈谷的场所，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形制最完美的古代祭天建筑群。它独树一帜的建筑风格，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不仅在中国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更是世界建筑艺术的罕见瑰宝。占地面积273公顷的坛域，由2道坛墙围成内外两坛，平面布局呈回字形，南方北圆，寓意天圆地方。祈年殿、圆丘、黄琼宇、斋宫、神乐署等主要建筑集中在轴线及其两侧，布局严谨，气势磅礴，大方凝重，精美绝伦。坛内遍植松柏等常绿树种，其中有100年以上树龄的古树3562株，营造出了苍碧礼天的肃穆氛围。1961年，天坛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12月2日，天坛以丰厚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和文化底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和独特的观赏游憩价值，使天坛的吸引力、影响力、旅游知名度享誉中外。近年来，天坛公园年均接待中外游客2013.1万人次，其中境外游客年均达到了99.3万人次以上。自2011年以来，接待部长级以上外事任务221批3427人次，综合服务接待能力不断增强。在2014年和2015年的2年时间里，李克强总理就先后2次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印度总理莫迪漫步天坛。雄伟庄严的祈年殿也成为了北京乃至中国旅游的标志性建筑。2011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北京市市长郭金龙、国家旅游局局长邵其伟等领导出席了在天坛举办的中国旅游日主题活动启动。2015年，中国旅游志愿者队伍成立暨旅游志愿服务活动启动仪式在祈年殿前隆重举行。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国家旅游局副局长王晓峰、北京市副市长陈红以及中央文明办、北京市旅游委等领导出席。2012年北京新年倒计时庆典暨北京旅游推广活动，2013年第3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开幕式，纪念北京建都860周年梦想北京，中国3大男高音天坛音乐会也都曾在这里盛大举行。天坛可以说是服务首都国际交往和国事活动的重要平台。多年来，天坛公园始终遵循文化建园的方针，着力发挥文化引擎作用，深挖文化资源，打造文化品牌。春节黄金周期间举办天坛文化周活动，通过祭天仪仗和乐舞表演，再现清代皇帝祭祀的场景，给游客带来震撼心灵的文化视听盛宴。持续挖掘、研究、传播中和韶乐文化内涵，长期进行中和韶乐古乐艺术展示，不仅令游客大饱耳福，更应邀赴法国进行中法建交50周年文化交流活动。2015年11月6日，北京市政府为民办实事重点折子工程天坛文物展在修复一新的北神厨内
正式向公众开放，首次大规模展出祭器、书画、碑刻等精品珍贵文物188件套，成为天坛历年展出面积最大、展品数量最多、展示条件最优、文物水平最高、功能体系最完备的展览。天坛是首都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闻名世界的世界文化遗产地，也是中国旅游品牌之一。自2007年被国家旅游局评定为首批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后，天坛公园全体干部职工始终把5A 旅游景区的国家标准和评定细则作为公园发展与管理的重要指标，不断强化旅游标准化，推动服务规范化，提升管理品质化，为广大游客提供优美的环境、优质的服务、优良的秩序和优秀的文化，赢得了中外游客的普遍好评。2011年被评为全国旅游系统先进单位，2012年被国家旅游局授予了全国首批旅游标准化示范单位。2014年通过了全国文明单位的复核，并荣获首都文明风景旅游区称号。社会各界对天坛公园的管理、服务和环境给予了很高评价。公园强化以游客为中心、以服务为宗旨的理念，树立管理就是服务的思想，优化服务功能，提高服务意识，完善服务内容，丰富服务手段，提高服务效率，游客满意率始终保持在95%以上。全面实施安全文化和安全标准化建设，建立游客安全保障机制，注重生态建设。园内有各类树木4万余株，植物品种300余种，绿化覆盖率达到了85%以上。良好的生态环境吸引着280余种鸟类在这里栖息繁衍。公园坚持生态、景观、文化协调发展的原则，在管理与建设上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突出天坛特色，更加细化景区设施，更加完善景观环境，使游客在游览中感受到天坛特有的生态多样、天人合一、庄重肃穆的意境。公园2016年5月开始启动了治理噪音、文明游园专项治理工作，通过划分核心文保区、观光游览区、休闲娱乐区，集中解决了园内噪音问题，使游客重新感受到了古老神坛的静谧与庄严。公园也迈出了从管理向治理转变的第一步。天坛始终争做首都旅游景区的领跑者。大众休闲时代的到来，全域旅游的发展带来了新形势、新需求。面对机遇和挑战，我们要紧承中央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大力弘扬知天坛、爱天坛、争一流、做贡献的天坛精神，进一步创新创优，提升景区管理和服务品质，保护好遗产，管理好资源，弘扬好文化，服务好游客，全面开启天坛公园发展新航程。